好多謝陳會長嘅邀請啦，就俾我可以喺今次專業總會嘅 CPT 培訓開始嘅時候，同大家講幾句説話。亦都好抱歉，今日我唔可以親自參加呢個活動，因為呢幾日有事唔喺香港。證監會咧就喺9月嘅時候咧，都出咗一個市場嘅財務報告，就係睇到個成績都係比較上亮麗嘅。整個業界啦，2025年嘅頭半年相比2024年嘅下半年，喺淨利潤嘅增長有14%。其中好值得鼓舞咧，就係 C 組經紀嘅淨利潤係翻倍。我同行家傾偈嘅時候咧，佢哋都反映到，都睇到佢哋自己嘅數啦，都靚仔咗。咁亦都睇到客戶啦，同埋金融活動方面都係有上升嘅一個趨勢。咁我哋今年除咗交易量係創新高以外咧，亦都好大機會喺大家努力下，我哋亦都重拾 IPO 全球冠軍嘅寶座。呢方面我就具體嘅工作交俾大家，仲有幾個嘅時間衝刺，希望大家將呢啲事情都可以化為事實，使到香港呢個金融市場做得更大更好。喺市場發展嘅同時，我呢次特別都睇到總會培訓嘅一啲嘅內容。喺呢方面，我亦都真係好多謝大家。見到大家除咗係做生意之外，喺個合規風險呢個底線嗰度咧，亦都睇得好重。呢次見到幾個培訓嘅題目，包括係開戶啦、反洗錢啦、客戶資產保全啦、網絡安全等等一啲重大嘅事情上邊，大家都有深入嘅一個探討。喺呢方面，我真係非常多謝陳會長嘅帶領下，係使到總會喺呢方面係有咁大嘅關注同埋投入。只有大家嘅共同努力，我哋先可以使我哋嘅市場咧繼續可以健康持續咁樣發展落去。喺呢度再一次多謝大家，亦都係祝喺陳會長嘅帶領下，總會嘅業務蒸蒸日上。